大家好，我相信各位咧對諸葛亮呢一個名字都耳熟能詳噶啦。原來諸葛亮同茶都有一段關係嘅喎。魏蜀吳三國鼎立嘅時候，蜀國建興3年嘅春天，當時嘅南中地區發生咗大規模嘅叛亂。為咗平息叛亂，蜀國丞相諸葛亮就帶領大軍一齊去征討。諸葛亮帶領大軍出征嘅時候，對當地嘅百姓秋毫無損，所以佢深受百姓嘅愛戴。當蜀國大軍沿住哀牢山往南行嘅時候，士兵路過當地嘅桃花江畔桃葉渡口嘅時候，由於江面上邊煙瘴彌漫，蜀國嘅士兵紛紛中毒病倒啦。當危急關頭嘅時候，老百姓為咗答謝諸葛亮大軍嘅恩德，所以特登將茶葉煮開成茶湯。大軍將士飲咗呢一啲茶之後覺得清神氣爽，身體回復健康，順利咁樣渡過咗桃花江。諸葛亮睇到茶葉有咁神奇嘅保健功效之後，就叫士兵們就要去採購翻呢一啲茶籽啦。順住大軍南下，南中地區終於得到平定。諸葛亮就號召軍民種茶，教當地人栽培茶樹。唔單止係咁啊，諸葛亮仲親自指導種茶，推動咗南中地區茶葉嘅發展，並且後期茶成為當地居民嘅收入主要來源，大大改善咗當地居民嘅生活質素，同時間通過茶帶俾佢哋健康。諸葛亮帶俾當地人民巨大嘅貢獻，亦都因此得到咗邊疆種茶嘅各民族人民嘅崇敬以及愛戴。諸葛亮被當地嘅百姓尊奉為茶祖。古往今來，歷史變遷，諸葛亮積極喺西南少數民族當中積極推廣教導佢哋開墾土地種植茶樹，至今仍然受到百姓嘅傳頌。每年嘅農曆6月19號，雲南思茅嘅茶農都會舉行隆重嘅祭茶祖儀式，以紀念諸葛亮喺西南地區倡導種茶嘅不朽功勞。茶樹其實源於中國，喺茶樹嘅原產地中心就係中國嘅西南地區。中國西南地區亦都係中國最古老嘅茶區，亦都發現咗大量嘅古樹茶足跡。喺雲南哀牢山發現野生大型茶樹已經有2700幾年歷史，係至今以嚟發現最古老嘅野生型茶樹，亦都係講緊喺孔子編寫春秋嘅時候就已經有一棵100幾年嘅老樹啦。中國嘅茶文化從古至今仍然非常之盛行，甚至通過品茶可以幫助我哋身體回復健康。飲茶嘅文化仍然喺度進步以及演變當中。